香港造成孩子的升學短板，從來不在孩子身上，而在中年父母自己身上。更殘酷的一個真相是，很多家長正在用自己嘅焦慮、折念和錯誤認知，親手毀掉孩子嘅讀書運，而且自日復一日盡心盡力嘅毀掉，自己係渾然不知。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無數家庭出現詭異嘅現象。越捨得花錢補習，孩子成績越差；越緊盯升學規劃，孩子越擺爛叛逆。父母越是扮聲掩忍，全力托舉，親子緣分越是漸行漸遠。很多媽媽人到中年，供樓、養樓、養家，一身重擔，唯一的精神寄託就係孩子，把所有的尊嚴、期盼、未來全部壓在一張 DSE 成績單、一張大學錄取通知書上。他們以為只有夠勤奮、夠捨得、夠犧牲，孩子就一定能逆風上岸，階層躍升。可現實偏偏背道而馳，你越緊爭他嘅學業，他嘅雲蒼越越；你越折練他嘅分數，他嘅心態越崩。你越想替他鋪路，他越不想走你安排嘅路。無數中年家長困在這場無聲嘅教育內耗裏，年年焦慮，年年內耗，年年失望，卻始終找不到問題嘅根源。今天我拋開傳說數數不講書的大道理，專門對住35到55歲的香港父母，講透這套藏在家庭教育深草、決定孩子一生升學命運的底層邏輯。為什麼同樣嘅學制、同樣嘅競爭環境，有嘅孩子輕輕鬆鬆金榜題名，逢考必過；有嘅孩子砸緊金錢、牛筋心學，依然原地踏步。答案從來不在本事多少、說哨好壞，而在家庭砌廠、父母心境，以及你是否懂得順應孩子天賦育人。看懂這一層，你的家庭教育才算真正開竅。天下儒而教子的道理，千百年來從未變過，歸根結底都逃不開易經嘅蒙卦智慧。蒙者同蒙也，孩童年幼之時，心智尚未成熟，心性尚未定成，就像一片未經開墾的田地，先天土子定7分，後天耕耘整3分。孩子與生俱來的天賦悟性、專注力長弱、學習心性、考試心態，就是這片田地嘅先天土質。而父母嘅教養方式、家庭氛圍、情緒狀態、言行舉止，就是日復一日的後天耕耘。土子有優劣之分，耕耘有分寸之別，順應天性，順勢栽培，孩子方能上揚生長，學業順遂。違背天性，強行雕琢，最終只會費力不討好，步步即坎坷。當時絕大多數中年家長嘅最大誤區，就是太過功利，太過看重結果，眼裏只有分數、排名、升學、上岸，只看最終嘅結果好快，從不深究背後嘅根源。孩子成績稍有波動，略有下滑，第一反應就是指責孩子不夠努力、不夠懂事、貪玩、偷懶，要麼抱怨學制太卷、競爭太大、環境太難，卻從來不肯靜下心反思自己。很多家長從未意識到自己日復一日嘅焦慮、嘮叨、攀比、高壓，正在一點點消磨孩子的讀書靈氣，摧毀孩子的學習心興，當中孩子的升學願勢。我見過無數家庭，父母勤懇踏實、省吃儉用，傾盡所有托舉孩子，傾盡財力、目力、精力為孩子鋪路，孩子卻越學越疲憊，越考越退步，越學越厭學。核心原因從來不是孩子天資愚笨、不夠聰明，而是家庭氣場長期混亂壓抑，父母焦慮情緒層層傳遞。教育方式用力過猛，管控過嚴，硬生生壓制了孩子的雲蒼靈氣，打亂了孩子的學子節奏，磨滅了孩子的學子興趣。教育從來不是硬碰硬的逼迫，
也是願目細無聲嘅滋養，不懂養翅腸、揾新勁。再多的補習，再貴的名校，都是無用之功。我講一個所有中年家長都能聽懂、都能看透的育兒底層邏輯，無需懂命理玄學，無需懂教育理論，就能看清自家孩子的學業格局。每個孩子將年時間都帶個專屬嘅天賦命格與成長軌跡。學業之路從來不是千人一面、統一模板。有些孩子天生先聲沉穩、專注力強、悟性出眾，命理中應聲穩固、雲窗通透。這類孩子最適配應試教育，擅長死記硬背、疏題備考、規範答題，不用家長高壓逼迫，不用唔收紙的補習累轉，只要作息規律、穩步學習，成績自然穩居上游。考試心態從容淡定，逢考場有貴人相助，關鍵的升學考試總能抽常發揮。這類孩子是天生的讀書種子，適合衝刺名校、參與競賽、深耕 DSE 賽道，適配高強度的升學競爭。家長稍加引導就能事半功倍。但世間孩子各有天賦，並非所有孩子都適合應試累卷，還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天生心性靈動、學不好動、思維跳躍、應聲偏躍、心性發散，耐不住枯燥嘅重複說説，坐不住書桌，靜不上心神，不擅長刻板嘅出題備考。這類孩子絕對不是愚笨無用，只是天賦不在應試讀書。他們往往變通能力強，實操悟性高，社交能力好，創新思維活躍，更適合技能學習、實踐創作、自主發展。可當下香港啲中年家長大多陷入了統一啲認知誤區，所有人都認準一條路，讀名校、考高分、入大學、拿文憑，才是孩子唯一啲出路。不管孩子天性如何，天賦在哪，不顧孩子的性格適配度，千人同卷，萬人同路，硬生生把靈動的孩子篩進刻板的應試世道，用高壓管控、海量補食、直至累轉，逼迫孩子逆流而行。天生適合讀書嘅孩子順勢而為，輕鬆領跑；天生不適合應試嘅孩子被家長強行裹挾累卷，最終只會身心俱疲、赤地現雪，慢慢變得叛逆自卑、消極頹廢，徹底喪失對學習的所有熱情，甚至毀掉一生嘅自信心與人生底氣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孩子小學成績尚可，越到初高中越崩盤，不是能力退化，而是長期違背天性嘅逼迫式教育，耗盡了他們所有嘅心力和靈氣。我多年前遇過一個真實嘅家庭教育案例，時至今日依然值得所有中年家長警醒。一位53歲嘅媽媽，半生情展持家，辛苦打拼，人生所有嘅希望和寄託全部放在了大兒子身上。這個孩子從小手走靈巧，思維靈活，動手實操嘅天賦遠超常人，學東西變通則概，唯獨對枯燥嘅書本知識、死記硬背嘅應試學識極度排斥，毫無天賦。晏晝閱人正道，本該順應孩子天性，培養他的實操技能、手藝專長、創業思維，未來一可以立身成家、安居樂業。可這位媽媽節練極深，深受傳統教育觀念束縛，固執地認為唯有名校文憑、大學閱歷才算正經出路，學技能、做實操都是底層謀生，冇有出息。於是從孩子初一入學開始，他就開啟了極致基模模式，不擇重金報全科補習、衝刺班、拔高班，全年無休縮題備好，每天逼迫孩子熬夜學習，加壓縮題，放棄所有興趣愛好、娛樂時間，全身心鋪在應試分數上。孩子天性好動，不使刻板說事，內心自導底操。
卻礙於父母嘅期盼不敢反抗，只能默默抑壓自我，帶作負面情緒被動說事。6年時間裏，家裏大部分開支都花在了孩子的補習和升學上，夫妻省吃儉用，只為看孩子一個名校升學機會。可逆天而行嘅教育終究不會有圓滿結局，孩子越學越痛苦，成績越逼越倒退，生態徹底崩塌，最終 DSE 成績慘淡，僅勉強達到副學士門檻，多年重金投入全部付諸東流。更讓人惋惜嘅是，長期嘅高壓逼迫讓親子關係徹底破裂，孩子對母親滿心抵觸，不願溝通，不願回家，不願正視未來，陷入了深度迷茫。後來這位媽媽在我的勸說下，徹底放下自戀，不再逼迫孩子應試升學、追逐文憑，放手讓孩子跟隨自己的天賦喜好，學習電工維修、食抽技術，脫離了不適合自己嘅應試賽道後，孩子瞬間如魚得水，天賦徹底釋放。說是實操技能一點就通，上手極快，短幾年就積累落紮實嘅技術和人脈，自己結單創業，獨立謀生，收入穩定，生活踏實，心性也變得開朗成熟，曾經江河對立的母子關係也慢慢修復如初。這個案例道盡了家庭教育嘅核心真相。升學從來未有唯一嘅標準答案，名校不等於出色，文憑不等於成功，順應天賦嘅因材施教才是最高級、最智慧嘅教育。強行扭轉孩子嘅天性，違背孩子嘅命格軌跡，歷史逼迫，盲目累轉，最終只會千子俱疲，兩敗俱傷，所有付出都是徒勞無功。在家庭教育中，35到55歲嘅媽媽佔據個至關重要嘅位置，是整個家庭嘅氣場核心，也是孩子學業完善、身性成長嘅最大變量。已經有言，坤為母，為家，為承載萬物之根基。一個家庭嘅氣場、溫度、氛圍鬆緊，從來都是由母親嘅心境決定。母親心態平和，情緒穩定，從容淡定，整個家庭就會安穩、溫暖、鬆弛有序，孩子身處其中，心神安定，心思純粹，自然能夠沉下心讀書學識，雲倉氣場順遂，學業潤色，穩步提升。反之，母親長年焦慮緊繃，抱怨不斷，患得患失，整夜為升學、分數、學位憂心忡忡，家庭氛圍就會壓抑緊繃，負能量滿滿。孩子身處這種環境，心神不寧，心態浮躁，根本無法專注學習，哪怕補習再多，刷題再勤，成績也很難提升。香港嘅中年媽媽大多係社會最辛苦嘅夾心基層，上有年邁長輩需要贍養照料，上有年幼子女需要撫育栽培，中間還要承擔供樓援貸、養家糊口。職場打拼嘅多重壓力，長積金、醫療保險、日常開銷、人情往來，層層重擔壓在肩頭。人到中年，看咗身邊同齡人家境優渥，孩子名校上岸，難免心生攀比、暗自焦慮。這種情緒本身無可厚非，但很多家長錯在把自身嘅壓力、焦慮、不甘全部轉嫁到了孩子身上。很多媽媽日常張口閉口都是分數、排名、升學、前途，句句都是別人家嘅孩子多優秀、多爭氣，句句都是不讀書就無出路，不考名校就無未來。長期嘅負面暗示、高壓塑教，會在孩子心底種下恐懼和自卑嘅種子。很多孩子平時溫時紮實，知識點掌握牢固，一到考試就緊張失常，大腦空白，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心態被焦慮嘅家庭磁場摧毀，心理負擔過重，導致發揮失常。
我接觸過上千個升學失利嘅孩子，真正天資不足嘅寥寥無幾，絕大多數都是被家庭焦慮、父母節念、高壓管控打亂了心神，抑制嘅靈智，最終斷送了自己嘅升學之餘。很多中年家長係有一個致命誤區，就是過度迷信名校和寶實，覺得只有把孩子送進 Band 1名校，報滿頂級寶實班，孩子就一定能學業有成，順利升學。但我閱盡香港教育數十年，看得最透徹嘅一點就係、名校係錦上添花，從來不做雪中送炭。如果孩子心性穩定，天賦失疲，心態鬆弛，進入優質名校，節造良好嘅師資涵氛圍，自然能夠穩步提升，順勢成才。可如果孩子本身心神浮躁，天性叛逆，抗壓能力薄弱，家長強行砸重金託關係送入名校，只會害了孩子。名校內轉更激烈，競爭更殘酷，壓力更沉重。心性不成熟嘅孩子，身處高數原治嘅環境，很容易產生自我懷疑、自卑內耗，長期跟不上進度，追不上同學，自信心徹底崩塌，最終又冇擺爛現說，徹底躺平，又冇心態崩潰，情緒抑鬱，比起普通學校嘅孩子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和學業危機。係有啲家長盲目堆砌補習，從小學補到中學，周一到周日唔間斷索題補課，把孩子嘅時間填得滿滿當當，看似努力之極，實則本末倒置。學習嘅核心是思考、消化、沉澱，不是機械堆砌時間。孩子冇有消失鬆弛嘅時間，冇有自主思考嘅空間，長期處於被動灌輸嘅疲憊狀態，只會越學越麻木，越補越低效，看似日日努力，實際原地踏步，甚至不進則退。真正懂教育嘅家長，從來不會盲目累轉補時爭搶名校，而是懂得養孩子嘅心性，穩孩子嘅心態，信孩子嘅天賦。人到中年，35到55歲嘅父母最該明白嘅一個道理：如爺升學，拼到最後，拼的從來不是財力、人脈、寶實數量，而是家長嘅認知和心境。很多家長一輩子辛苦打拼，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留給孩子，想替孩子規避所有風雨，鋪平所有道路。這份愛子之心無可厚非，但過度的自戀終將變成孩子的枷鎖。教育從來不是一場競速賽，不需要人人爭先恐後拼命衝刺，它是一場漫長嘅修成，講究順勢而為，循序漸進，因材施教。有的孩子秀年得志，學業一路順遂；有的孩子大器晚成，天賦在後半生綻放；有的孩子適合讀書升學，深耕學術；有的孩子適合實操立業，闖蕩社會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名校雲平，只是人生眾多出路中的一條，從來不是唯一的出路。太多香港家庭因為節練名校、節練高分、節練升學，許掉落親子和睦，消耗落半生積蓄，透支落身心健康，最後換來一個壓抑叛逆、離心藏出嘅孩子。這才是最大嘅得不償失。我曾說，最好嘅家庭教育是父母鬆弛，孩子自在；父母通透，孩子順遂。中年父母不必把所有人生希望、所有自我價值全部捆綁在孩子嘅升學路上。你首先要過好自己嘅人生，穩做自己嘅心態，放下無謂嘅攀比和節練。接納孩子的天賦差異，包容孩子的平凡與不完美。孩子適學讀書，就全力托舉，穩步引導，助力他衝刺更好的學業未來。孩子不適學應試，就尊重他的天性，
發覺他的特長，引導他立足技能，深耕所長，一樣可以擁有安穩體面嘅人生。為人父母，真正嘅成功不是培養出一個名校高材生，而是養育高一個心性陽光、三觀端正、心聲健康、能夠獨立立身嘅孩子。身處香港高壓嘅升學環境，利轉無可避免，但我們可以選擇不被利轉裹挾，不被焦慮吞噬。放殺一定要名校，一定要高分，一定要上岸嘅哲練，放殺與人攀比嘅虛榮心，讀懂孩子嘅天賦，穩造家庭嘅氣場，溫柔陪伴，順勢栽培。你會慢慢發現，當父母不再緊繃焦慮，孩子嘅心態會越來越穩，學習狀態會越來越好，親子關係會越來越和睦，很多看似艱難嘅生孩難題都會迎刃而解。人生百年，學業只是一時的歷練，心性才是一生的根基。頂節嘅教育從來不是逼孩子成為萬眾矚目嘅優等生，而是讓孩子活成獨一無二、從容坦蕩嘅自己。這才是中年父母最該看透嘅育兒真相，也是送給孩子最珍貴嘅人生禮物。